桌面上擺滿菜色豐富的便當，這是連續12檔，有着2萬人美宴，邀集真濟愛心團體共同舉辦的寒暑假綠色學童免費的營養午餐資助計劃，將提供安平甲熱南區18間國中小的綠色學童免費的寒假營養午餐。這長期以來哈，我們關懷的都是孩子的健康啊。然後，其實，在寒暑假哈，他們的營養午餐哈都是斷炊的。但是我們覺得說，這個我知道需要我們來付出一點心力哈。那我們結合了美業議員哈，跟我們一起大家努力，還有我們很多善心人士哈，大家一起結合來努力哈。那這一份午餐哈，不只是午餐，還是一個社會的一個溫暖哈以及愛心。現場18間國中小除了派人出席，市府教育局嘛特別到場辦證感謝狀，感謝真濟愛心團體當年的照顧。今年寒假的便當發放將對1月26到2月13，總共15天。主辦單位嘛真大心準備小紅包，要讓學童好過年。農曆前的前一天，最後就是領便當的那一天哈，我們會發放這個就是小紅包。哦，這個都會每一個小朋友哦，如果有的，我們都會發放一個小朋友哈啊，這個大漢豆腐哈，包括護理呢，會包括我們韓晚清這邊，我們都會就是帶着我們的祝福給我們小朋友。今年的寒假計劃所需要大約42萬的經費，除了慈善團體的贊助，還有善心人士的捐贈，金額對幾百塊到幾萬塊不等。歡迎認同這個計劃的民眾，攏會用持續來贊助。台灣新聞林根採訪報道。